15岁之后呢，游方学问，学婆罗门法，15岁之后爱出门去学啦，一下界去学学问，这个婆罗门法，然后40岁啊，要回来家里啊，娶妻生子，40岁爱等娶某生囝啦，50岁以后要入山修道了，所以婆罗门法就这样，它规定啊叫这样，7岁到10岁，伫咧厝诶学，15岁爱去外口学，是下界去学，甲你赶出门啊，一世去学，40岁转来娶某生囝，50岁入山就蛮奇怪可是他们都习惯了，按照那个样子。落沙遗址啊，满足时辰那太阳，甲狗呀，就安尼10车，有沙罪迄拢无沙罪无早狮啊这个猫狸狮子虎狼熊之恶兽，及于能为啊众生害者啊，杀满这个实则鬼神罗刹呢，能为众生呢做老害者，有夺其命呢，悉无报所以啊，家就甲咱讲，咱抬狗呀，抬甲10车，无做啦，文盲早失啊，皆呢，知恶从手，皆害这个众生害者你改抬甲10车，鬼神罗刹能为众生做老害，有夺其命呢，悉无罪报，这鬼神罗刹你拢甲抬。我那拢无做报，各位知道了吗？厝诶若有家族目屎，你爱读未？所以嘛，你看我们观世地经就讲，这个恶为恶除害，没有罪，不用那么说都有生命的，我不敢害死他。要把你叮，蚊子要把你叮，夫妇去叮别人，不要叮我。你的心怎么话？你要想成佛啊，你甭想。要叮你就把他打死，不要再去叮别人了。这样心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竟然不该。所以持恶为善，各位要了解，持恶为善，有因果，我杀掉他来找我，你就这样担当，那你就有意义，你在凡人啊，活得有意思啦，唔通抬，规入去甲厝内底规间拢加抓，人家会怎么想？你的卫生有够歹。伫恁兜唔通食出老屎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持恶为善，你除掉恶，你就是行善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知道，还是有因果报应啊。